离开做顾问做了后，Lisa 要继续带大家去四国的另外一个所在——爱玩。趁饭店 check in 时间也早，咱先来去爱玩的松山区踅踅。因为阮到的时阵拄好是中昼时，所以就直接到松山城附近食遮有名的鲷鱼饭。这间马子亚马泰美食是遮真有名的店。恁看，遮尔侪人排队就知啊。这间店伫塔北路区顶悬是有3.53粒星的哦。伊遮有2种鲷鱼饭，一种是松山鲷鱼饭，另外一种是乌河岛鲷鱼饭。既然拢来啊，当然2种嘛拢爱甲食看卖。这份是乌河岛鲷鱼饭，这份咧就是松山鲷鱼饭啊。鲷鱼饭爱安怎食咧？伊遮有教哦。松山鲷鱼饭有3种食法，第一种就是直接食一卡饭，第二种就是把这叶仔甲鲷米料倒入去饭内底做伙食，第三种就是把所有的物件淋落去倒汤来食。乌河岛鲷鱼饭的食法，就是先添一碗饭出来，然后甲放伫酱料内底的鸡卵拉好散，再来甲一盘葱仔、海菜、瓦萨米甲鲷鱼沙西米放入去酱料内底做伙拉，拉好了后，就会当甲料糊出来，放伫饭顶悬，倒挂汁就会当开始食咯。饭食饱就来去看松山城，这座城是松山区的地标，嘛是日本现存12天守之一。什么是现存12天守呢？现存天守就是讲是为江户时代，也是搁较进前保存落来的天守。亲像阮进前去过的基路城，嘛是现存12天守之一咯。因为即马敢若有12座尔，所以是足珍贵的文化遗产。你去看松山城有2种办法，第一种是行路爬山，路程差不多20-30分钟左右。除了行路以外，可以当选择坐缆车去哩，这是上轻松的方式。坐缆车的时阵，可会当哪坐哪看风景，上适合咱这种病大骨啦。缆车来回的票价是大人520，囡仔260。若是你干那要坐一转尔，票价是大人270，囡仔140。缆车有2种，一种是会当足侪人做伙坐的大台缆车，另外一种是一个人一条的吊椅。就是这啦，这完全无安全带，所以大家爱家己手撩好哦。不过伊真稳，袂讲介摇，所以一点仔拢袂恐怖。坐缆车到山顶了后，咱阁需要行一段路，才会到天守阁。途中咱会看到几个小小的古建筑，甲足悬的石墙，这拢是嘉明仔所设计起出来的。这个看起来敌人应该就足歹拍入来呢。这边这个叫做护魔门，因为这一开始就是无门的，所以叫做护魔门。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甲敌人引到后壁迄个东济门遐。这就是东济门啊，伊的边啊有一个温门。目的是甲敌人引到遮了后，因会当为温门逃走出来，射去敌人的后壁，甲因偷拍。毋是啊，我是讲甲因攻击啦。
再来行过这个太古门，就会当看到松山城。松山城是日本战国时代武将加藤嘉明伫1602年所建造的。不过，伊伫1784年的时阵，捌去互雷公卡一个着火烧去，所以咱即马看到的是重建了后的模样。松山城伊毋但有重要的历史地位，咱徛伫山顶，阁会当看到规个松山区呢。风景看了，咱继续出发来去松山城。等下，行到这，阮阿母表示伊行袂去啊。根据阮伫日本看遐尼侪城的经验，内底应该是无电梯，而且阁有真侪楼梯爱爬，所以因为阿母无想要入去啊，阮就伫门口甲松山城翕一粒相，甲将军翁仔翕一粒相，就落去啊。来食一个柑仔冰，爱媛是日本生产柑仔的所在之一，因的名产是柑仔，所以伫爱媛四界拢会当看到一寡用柑仔做的食品。物件食了就准备来饭店 check in 啦。阮即摆是住伫桃后温泉内底一间叫做桃后爷爷的饭店。这间饭店离桃后温泉街足近的，行路差不多3分钟就到啊。这间饭店上特别的，就是伊的大厅有3个柑仔水道头，互你免费啉柑仔汁，啉到爽。另外，大厅遮阁有放一排，互你去洗温泉用的浴巾。因为有甲爱媛足有名的金致面巾有合作，所以遮的浴巾全部拢是金致面巾，全部拢会当试摸，选家己喜意的布料。遮电梯头前阁有放一寡生活用品甲保养品，互你家己摕家己需要的物件，亲像落妆油、化妆水、面油、面膜。既然连保养头毛的头毛油拢有，我头一摆看到饭店有提供遮的物件，真正是足赞的。遮边仔阁有提供去洗温泉会当穿的浴衫，4种色，家己选家己喜意的甲 size。遮真特别，坐电梯起来到楼顶，一出电梯就要先换鞋啊。每一间房间拢有一个鞋橱啊，互你放鞋啊。你若要出去洗温泉嘛，唔免穿鞋啊，穿伊下骹的衬拖就好啊。这就是阮今仔日住的房间。伊有提供罐装水，这桌仔顶拢是阮下骹摕的。这边有2顶眠床，眠床顶有放4个台仔，互你去外口泡温泉的时阵会当关放你的物件的。这边是浴巾啊，内底有一个洗浴槽。这边是便所。这边桶厝内有迄种浴衫的外套，嘛是会当穿出去的哦。这边的橱仔内底有放2个浮筒，阮4个人，2个困眠床，2个困浮筒。这边有一台电视，下骹遮除了水以外，阁有杯仔甲电水炉。1楼电梯前有放茶包，会当摕起来泡茶。遮下头阁有提供免费的点心甲饮料哦。到桃后温泉，现在要来去洗温泉街泡温泉。
这就是道后温泉上有名的道后温泉本馆，这是日本第一座予人指定做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的公共浴场，嘛是日本唯一有方式专用一地的所在。道后除了这个道后温泉本馆以外，还有其他2个温泉，一个是阿斯卡诺湯，另外一个是出巴基诺湯。这3个就是大家来这拢会去泡的所在。本馆人是上济，可能大家拢想要伫文化遗产内底泡温泉，所以若是人足济的话，就爱排队。所以这摆阮选择来这间阿斯卡诺湯。饭店的人甲阮讲，这间基本上是免排队的。另外，阮饭店是有在卖这3间浴场的票，若是伫饭店买，是比伫现场买较俗哦。温泉泡了，听到车站遐有人在弄鼓，人足济足热闹的。行过去看几步，才知影原来是因遮的秋季祭典。这个祭典上有名的就是这冤家神轿，伫道后遮有8个神轿，分8队，每一个神轿拢互一大群查甫人扛的，分别来到道后车头，分做4组来进行神轿对龙的仪式。逐队差不多有100至200人。伫主持人介绍2队出来了后，神轿下骹的少年仔就开始甲对手呛声。你来啊！安尼几分钟了后，2队就愈来愈晚，愈来愈晚，砰一声，2个神轿就安尼，互人扛去烧对龙啊！下骹的少年仔嘛伫遐出力杀。过几分钟了后，主持人就叫2队分开退场。听讲旧年因为收吉日，有人相拍受伤。所以这摆主持人有特别交代，不准相拍。这神轿对龙是无输赢的，主要是要互这少年仔表现出对祭典的信心，甲拍拼对抗的精神，会当讲是一场男子汉的祭典。看煞神轿对龙转来到饭店，因有提供免费的宵夜鲷鱼饭。这个早顿是自助餐式的，选择足济，有真济沙拉，嘛有日式、洋式的料理。早顿食了，就来道后车头行看看的。昨因为有祭典，所以车头洗做啥物形，完全拢无看到。去车头进前，先来这个汤神社的顶悬泡一个卡咧。伫遮泡卡会当看到文化遗产道后温泉本馆哦。这就是道后温泉车头啊。伊附近阁有放一个少爷井，少爷北将是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去写的其中一本小说。以松山这个所在做背景，所以伫松山这个所在有真侪甲少爷有关的物件，亲像这个少爷井、甲少爷电车，也阁有昨伫松山城遐看到的少爷甲马丹娜雕像。道后温泉洗了，就准备要转去集合馆朋友兜结束这摆的四国旅行啊。不过咱四国也有剩一个高知馆，这摆无法度去到，所以后摆找一个时间，搁再来一撮。这摆的四国旅行嘛有淡薄仔遗憾，因为互风台影响到，所以有一寡所在无去到，亲像乡村的小岛岛、搁恶星社，听讲遮足水的。
阁有得到的厝所仔嘛无算到，所以四国是一定爱搁再来的啦。我是 Lisa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